时间已经到，那么开始咱今日敬拜。感谢主，我想今日大家佫是一天真互咱通欢喜平静的一天。我想咱先甲隔壁的人讲平安，好无？平安。哦，确实是平安的一天。早起时我来时，我感觉哦，咱的街仔路咱真清静啦吼。啊，伫这个时间来到教会通敬拜上帝。做伙伫遮组织，我想是咱真幸福的代志。好，咱三家头来祈祷。我伫天父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伫清早时，你互阮通来见你的面；伫清早时，你互阮通来听你的声，听你的话语。主，我们经过诗歌，我们经过阮的学老来敬拜你。主，阮也感谢你。伫今日，阮有圣餐。互阮通过一摆透过饼甲杯来告别阮的信仰。阮也感谢你，伫今日，阮两位阮的兄弟文普阿肯，因要伫遮来告别因的信仰，来跟对你一世人。主，求你甲因得地引带因，也主继续引带阮今日停书。这是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老早平安。咱即是要来锻炼今仔日的圣诗。咱今仔日要练3首，即3首拢是大家已经切有较真熟的诗歌。请咱大家先掀开第一首，就是第圣诗本内底第4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即首诗歌其实大家唱啊真熟，已经伫即个20世纪初期的时阵，伫正教会拢咧流传的歌，所以即个曲是即个美国的一个足出名的一个作曲家叫做 William Howard Dawn 所来写的。其实伊写的歌真多，伫咱的圣诗本内底嘛不6条，咱今仔日就唱到伊2条伊所写的歌，所以这是第1条。咱首先来吟头前2节。天下万国众人着听，大家真正归主面行，地上万类同心合西，上帝当伊应该敬拜。全地服侍，真心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天顶主宰，极大权能，治理万邦，即将权柄。全地顺坦，服侍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全地服侍，真心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搁来，请咱掀开140首。咱看下骹同款作曲的，佫是 William Howard Dawn。所以这2首诗歌，咱拢唱甲真熟悉，其实拢是同一个作曲者。伊的作词者叫 Fanny Jane Crosby。其实伊甲这个作曲者2个合作足侪诗歌的。伫咱的圣诗本内底，这个 Fanny Crosby 其实嘛出现过2遍。所以咱共款这首诗歌，咱唱头前2节。耶稣的救
这首歌大家嘛唱甲真熟吼。煞接咱阁献到359首，51首，歹势，351首。351首，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这首诗歌，咱常常会用伫洗礼的时阵。今日咱有2位兄弟姊妹要来受坚信礼，所以今仔日咱坚信礼的时阵，就会吟这首诗歌。洗礼，所以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这个首诗歌，你咧感受到讲，伊敢若是流水共款迄种旋律吼。所以这是伫瑞典的民谣，伊的曲是瑞典的民谣。全世界的民谣其实拢共款啦，迄旋律拢是真简单，而且一直重复。所以这首诗歌的特色嘛是安尼。伊作词者叫做 Paul Settling， 瑞典的人。所以咱咧唱这首诗歌的时阵，咱会让去感受内底。伊的迄种意境，上帝的水泉满满，迄流水，上帝的恩典亲像流水，安尼稳定咧供应。所以咱逐工爱到溪边来亲近上帝的水泉，得到这个滋润。而且上帝的水泉满满，伊毋是讲敢若水井共款，用了伤多水会打去，也是讲咱像台湾的南部。抽地下水抽伤多，地层会下陷落，毋是安尼。上帝的水泉满满，伊毋是叫咱欠啊用，永远拢充分有够，随时会当来用。所以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头前2站。上主的水泉为水满满。袂受数丰盛的活命，囡仔人所欠伊袂少数，予你甲我无欠一件。上主的水泉洗清罪过，予人改变的生活命。大扫地也袂开花，祈求的人要伫到夜。特别咧吟这首诗的时阵吼，我回想起我伫德国读册的时阵，伫遐有一间教会，因的洗礼是真正伫溪水内底洗礼，因为我迄间大学手柄根，伊是甲 Cambridge 共款，拢有一条溪。流过校园内底，而且迄条溪的溪水是一年通天拢有水，而且水足稳的，水阁足浅的，所以人会当落内底洗礼。我就想起讲，咱的教会边仔嘛有经买溪，但是咱敢若无法度替遐行洗礼，较有困难啦，因为热天的水就足大，人会去互冲去；寒天可能较有可能，水较少。反正咱后摆会当试看卖。像圣经内底行洗礼，约翰嘛是伫溪内底行洗礼嘛，耶稣嘛是伫溪内底受行洗礼约翰的洗礼。所以大概唱这首歌，我就去想到迄个情景。啊，我就想讲是安怎，迄个水伊会当一年通天遐尼稳，伫德国遐个水。后来我才了解，原来因的水甲咱的落大雨的水无共款，伫遐足罕的咧落大雨。一年通天落雨的，即个日子无多，所以迄水其实是按阿尔卑斯山顶悬的雪扬落的，啊流落去地下，所以地下水，所以伊迄水的水量是真稳定。所以你看这首诗歌，伊是瑞典遐搁较寒，伊遐的水嘛是拢是冰山、冰川顶悬的水落来，所以有即种的旋律啊，即种水是足平稳的，甲咱伫台湾的水。那热天是足大港的，会甲船、甲桥、甲厝拢冲走，迄是无共款啊。所以种无共所在的环境出来的即种民谣，会感觉到互人真无共款的即种意境。所以咱
做伙过来吟头前2节，上帝的水泉有水满满。上帝的水泉有水满满，要小事丰盛的活命。今仔人所欠伊袂相思，予你甲我无欠一件。上主的水泉洗清做我，予人改变伫生活命。家己打扫地也袂开花，祈求的人要伫到家。请大家闭关心来进行今晚礼拜。若是时要到，现今就是。真实敬拜的，要用神用真实敬拜爸，因为爸是爱即予人敬拜伊。请咱做伙来吟成圣诗第4首。天的万国众人着听，天的万国众人着听，大家正正归主免惊，地上万类同心服侍，上帝独一应该敬拜，全地服侍尽心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请起立吟全首。
请坐。请咱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咱做伙来启用，伫个成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31篇，也就是诗篇127篇、128篇。启应文31篇，显着，咱做伙来启用。厝体毋是上主建造，城若毋是上主固守，恁早早起来，晚晚才困。上主所疼的人，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种地把把的人真有福气。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结果子的葡萄树。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予你。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请咱同心来祈祷。阮伫咧天顶的爸上帝，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感谢天父你的恩典，你顾守阮所有的一切。感谢你的圣神用温柔的声催逼阮来到你的宝座前。感谢你按耳孔听阮的祈祷。至圣至怜悯的爸上帝，阮伫咧你的面前承认，搁告别阮人的本性是充满罪恶的。阮时常犯过失，搁得罪你。独独主你知，阮人的软弱，阮的犯罪，阮会离开你的道路，阮会浪费你的恩赐。有时阵，阮会袂记得你的疼。亲爱的主，求你施恩伫咧阮的顶面，阮要忏悔你所无欢喜的代志。求你带领你的囝，阮的救主耶稣基督来赦免阮所有的罪过。求你教示阮，互阮知影阮家己的歹。恳求你洗清阮秘密的过失。至圣搁疼痛的爸上帝，恳求你，互你的恩惠入伫阮的心内，互阮通会当行伫咧你的光明当中。伫咧2026年起头的时阵，无论是即个世界的动乱，阮台湾社会的无平静，阮拢发现阮无法度安静。阮的心常常会紧张，常常有惊吓。阮恳求主，你怜悯阮，帮助阮，
牵条伫咧主你的公义，求主你的和平进入伫咧即个世间，进入伫咧阮的社会。主耶稣，求你将即个福音透过阮侪人去宣扬，将主你牺牲佮平安的疼，互搁较侪人知影，将即个平安赐伫咧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也求主保守阮的教会会当行伫咧上帝你的心意当中。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也掠条伫主你的话语，成做阮每一个人性命的基石，互阮会当学习主你的疼甲牺牲，成做阮生活当中的模范。亲爱的爸上帝，求你互阮手内所做的工，通好荣耀主你家己的名，见证上帝的疼。恳求主保守伫即年新的一年，阮众兄弟姊妹会当搁较渴慕主你的引带，伫咧阮每一日的生活内底。即时，阮要安静，阮要全部听候上帝你对阮开喙。阮要伫咧你的殿内笑念你的慈爱。圣神，求你来。求你开喙，求你顾守今仔日的礼拜，无私的讲道，拢会当对伫上帝亲身对阮每一个人的心来引带阮，也互阮每一个人用真实来回应你。阮安尼的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咧圣经加勒太书第1章第11节到第24节。加勒太书第1章第11节到第24节，现着我来读。兄弟啊，我报恁知，论我平素所传的福音，迄个毋是照人的意思，因为我白捌对人受着。也无受人教示，是对耶稣基督的启示。恁捌听见我前伫犹太教所行做的，就是捆住上帝教会真忝来陷害伊。搁我伫犹太教比本族同辈的侪人较进步，为着我祖宗的遗传搁较热心。若是对阮老母的胎分别我。用伊的恩典吊我的上帝，既然欢喜将伊的囝显明伫我，要互我宣传伊伫外邦，我就无甲人参详，也无像耶路撒冷就近遐的大城我做使徒的，独独去阿拉伯，搁倒转来大马色。3年后，我上耶路撒冷去探基法，甲伊住15日。其余的使徒，除去主的兄弟雅各以外，我拢无见着。当我所写互恁的，我伫上帝的面前无白擦。后来我到叙利亚甲基里家的地方，迄时属犹太地踮伫基督遐的教会，抑佫毋捌我的面。因敢若听见讲，前捆着咱的，打传伊平素所陷害的教。就因为我归荣光上帝。读圣经到这，即时请圣歌队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是所行合主之意。
这时，请本堂科牧师来为咱讲道，伊的题目是“拢是事实”。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尊敬的上帝，伫你面前，阮献上感谢。伫过去一礼拜，虽然天气寒冷，总是你的话，互阮的心烧热温暖。伫你的厅内面，互阮有平安，有喜乐。这时刻，阮来到你的面前，搁一届要来领受你的话语，帮助阮成做阮生活的基础。愿主你亲身对阮讲话，互阮每一个人领受对你下来的稳定听通。恳求你找见信心，即时甲阮同在，开阮的心，互阮领受你的话语。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天气真冷，总是这两天较烧热。但是，咱依然要照顾咱家己的身躯。其实，伫咱生活中，咱常常在想讲，这个世界有甚物款的代志来发生，也是讲，当咱生活的世界，咱所处的这个社会，也是你咧出入的社区，在这个时刻有一件代志发生的时阵，我想咱咧拢真好奇，要去想要知影讲。到底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啊？这个代志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比如讲，顶个月伫台北的捷运发生这种攻击的事件了后，其实咱伫第一个时间，咱在时，咱拢想要知影讲发生了什么款的代志。通过几工警察的调查，收集这的证据资料了后。有侪侪专家来分析，上尾会得到一个结论。也毋过，这个结论敢有法度真实呈现出事件的真貌呢？也就是讲，这敢就是真正的真相吗？那呢？咱咧想咱家己，当咱一生的内面，你咧找求的是什么呢？是名声？地位，也是金钱、富裕，倒一项是会予你的人生得到平安、自由甲喜乐咧？伫这所有过程中间，当咱每一位上帝的囝儿，那咱拢爱去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对安尼来看，信仰真理，敢是你所在意的吗？当耶稣基督带来这个世界有一个救赎的消息的时阵，这个好消息开始伫这非犹太人的中间咧传开，而且受到欢迎的时刻。当时的教会开始咧思考讨论一件代志，伊咧思考的是，敢真正爱照着摩西的律法来遵守伊所讲的？才会当成做基督徒的迄个时，保罗提出伊的看法。保罗认为讲，这敢真正是有必要的，敢真正伫耶稣基督内面，这是有必要的。所以保罗提出伊的看法是，伫基督内面得到生命唯一可靠的根基，就是相信。嘛是因为相信人甲上帝才有一个合一的关系。保罗所处的迄个环境是伫罗马统治下面的加拉太，伫迄个加拉太这个地区有几间教会，所以当时有人反对保罗这种的主张，因发出一个声明是讲，因强调一个人除了相信以外，而且爱遵守摩西的律法，那呢才甲上帝有一个合一的关系。不过，伫遮的主张也是观念，拢毋是保罗要写批予加拉太教会的目的，因为保罗写批予加拉太教会的目的，是要将遐已经接受错误教训的信徒，带回到正确的信仰甲生活的内面。
所以当保罗写批予加拉太教会地区遮的人的时阵，咱看到伫第1章一开始，伊写着家己身份的问题。我想这是保罗伊咧写给侪教会批信中间，伊拢会去提到的一个家己身份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嘛是要来回答伫加拉太教这个批信中间，会提到遮线接伊要讲的代志。保罗咧强调伊家己的身份，其实这个问题是因为伫加拉太人的教会中间，有一个人咧传，甲保罗所讲的是无相像的，也就是讲，互教会的信徒因所接受的福音的内容是无共款的。遮咧讲无共款信息的人，因为了要强化家己的看法，因而对保罗的身份提出质疑，讲伊毋是真正的使徒。咱若对使徒行传内面，咱会当看到，遮个互人称作使徒的人，是早期伫教会建立的时阵，伫使徒行传第1章内面讲到，讲彼得伫犹太死了后，因爱补选一个使徒出来。伊提出来一个条件是，这个人必须要伫主耶稣伫咱中间的迄段日子，咱甲伊做伙出入，对行洗的约翰开始，一直到耶稣上天为止迄段时间，拢甲咱做伙的人，这个人才有法度受选成做使徒。所以咧，线接因选出马提亚代替了犹大。但是保罗无经过这段时间，保罗佮早前是咧迫害教会，伊是一个真严格的法利赛人，所以伫当时的人对伊的身份提出质疑，我想这是会当理解。亲像早前伊伫大马色的路程顶面，伊拄着国外的主耶稣了后，伊伫迄个大马色的团契中间，有人就质疑讲，这个人毋就是伫早前伫个耶路撒冷杀害耶稣信徒的迄个人吗？伊到阮中间来，是不是要甲阮掠去？要甲咱交互迄个祭司长吗？保罗伫传福音的旅程中间，定定拄着即个问题，所以保罗伊讲，伊家己是使徒，伊解说伊家己称作使徒的原因，毋是对人所敬的，嘛毋是受人所委派的，是主耶稣基督甲上帝，就是互耶稣基督国外的上帝所指派。所以保罗伊伫伊的批信中间，伊拢讲我是奉上帝旨意做使徒，来表明伊的身份做一个开始。咱看到保罗遮尔坚持家己有使徒的身份，当然对于要去前往大马色迄个路途中间，拄着国外的主，伊个伫彼得要补选使徒这种的条件，其实保罗讲家己毋是受人所竞选的，所以对于安尼来看，保罗讲伊家己无甲其他的使徒有共款的经历，但是伊讲我无甲遐使徒共款有遐经历，嘛无一直伫耶稣基督的身躯边，但是保罗伊强调家己真做使徒。一个真重要原因，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伊嘛讲，家己若无上帝的恩典，伊嘛无有法度来成做遮的工作。所以保罗伊搁再强调讲，伊无因为有上帝的恩典，伊就享受迄个特权，等到伊比其他的使徒搁较拍拼咧工作。所以我想，这是互伊成做使徒的一个重点。伊毋是靠人，
伊是倚靠上帝。所以保罗伊咧强调，而且咧证明家己的身份，这是保罗伊家己咧诉说伊真心的感受，这嘛是事实，嘛是要来说明伊所传的福音的正当性。伊讲伊所传的是唯一的福音。各位兄弟姊妹，你会怎样来介绍你家己呢？你若是要去应征一个头路，我想你要准备迄个履历，你会安怎来呈现家己呢？我想咱可能拢会写讲我的学历、我的经历，是要来符合这个公司伊的职务的要求。这个要写安尼呈现，是要互对方知影你对你有一个基本的认捌。我会记得我搁咧做学生的时阵，我迄阵咧做工读生，去餐厅去打工，所以我迄阵写第一份履历表，你知影我内底内容写啥无？工作经验无，我无任何的工作经验，所以呢，迄就真简单，我的名、我的生日、我的住址、我的电话。不过，当我做兵退伍了后，迄阵我的工作是去做快递，就是咱亲像即摆的快递，但迄阵是骑奥多摆。迄阵我的履历表工作经验会当加一个啥？餐厅。后来我搁去 7-Eleven 打工，迄阵我的履历会当搁加啥？快递。接煞。我搁去汽车公司做业务，我就当将这个超商的经验，搁甲写落去履历内底。上尾我去开店，哇！这家己开店做头家就免写履历啊。迄阵咧想，后摆拢免写这个履历表啊，吼。总是等我进入到新行业了后，敢若亲像我人生的履历，我人生的过去的经历。敢若爱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人生的，能够换一个篇章做一个开始。那呢，迄个时刻我知影，我袂当阁用世界角度来记录家己的经历，是爱伫教会、伫信仰中间展开人生的新的一个旅程。那呢，我的学历要安怎写？我的经历要安怎来说明？迄阵我写的就是我的学经历，我为新学院做一个开始。经历是对总会所差派，我去甲教会做开始。互我伫教会中间所历练的，也是伫中会中间所担任的职务，成做我的信仰的履历表。我想5年前，我要来教会进前，聘牧小组有甲我的学经历，拢互恁大家看过啊。迄就是我的人生，我的信仰内面的履历。我想，即时我是咱文山教会的牧师的身份。但是我咧回想这一切过程中间，我想到一件代志。我真正的身份是上帝的子儿，我真正的身份是受呼召的仆人，我真正的身份是受到上帝委托伫教会内面服侍的人。所以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人生的履历。嘛是因为有这款的身份，我清楚知影家己伫服侍中。应该要有符合上帝心意的服侍态度甲信念，而且要符合伫上帝教导的行动甲行为。那呢，我才有法度去正确传达信息，就是将上帝的主爱、耶稣基督的救恩、信心的扶持，再当互人会当明白了解。总是这一切是由上帝甲耶稣基督所赐的恩典。
互我走，我都伫即条服侍道路顶面继续来向前行。伫保罗的批信中间，保罗嘛讲到恩典。伫批信中间所讲的恩典有一真重要的意义是，这是耶稣基督互咱的，这原本毋是咱应该有的，毋是咱有够资格去得到的。但是耶稣基督却赏赐互咱啦。我想这就是恩典，这个恩典是对上帝来。咱每一个人拢有罪，罪所代表的是歹的，因为罪互人活伫痛苦的中间，所以咧人伫痛苦的内面咧追求上帝的拯救。耶稣基督就是为着这个，互上帝所差遣来到这个世间。我想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献上伊的性命伫十字架顶。这个就是保罗尽伊一生的气力，咧宣扬耶稣基督互人钉伫十字架顶面的功劳。因为十字架是咧表明主耶稣基督拯救的恩典。也是为咱的罪牺牲性命的记号。所以保罗咧写加拉太书的时阵，是因为伊听到伫迄个地区的教会有人去传另外一个福音，毋是咧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所以保罗认为这是真危险的代志，而且真严重。所以保罗伫互加拉太书的批信内底，伊安尼讲，无任何人接受这个福音，嘛无任何人有求救过，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甲我讲的，耶稣基督亲身甲我启示的，这是根据伊伫大马色迄个路途的经验。所以当咱咧看这段经文时，咱会去想，有可能这个背景，伊讲这段话的背景。是有人咧迫害伊宣教的工作的时，讲伊将来毋捌去过耶路撒冷去接受教导，伊嘛无得到使徒的推荐也好、保证也好，遐个讲法，其实是主要要互人产生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个观念，因会安尼讲，看保罗嘛无跟随过耶稣基督啊。保罗嘛无亲像使徒对主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钉伫十字架迄个时阵，拢甲伊做伙。各位兄弟姊妹，当咧迄个时阵的人对保罗即款的指责，讲无一位使徒来替伊挂保证，讲伊嘛无上过亲像补习班，先行伊即种的训练。其实安尼讲是要降低伊使徒的身份的这个分量，也毋过保罗讲，伊是对耶稣基督遐亲身得到启示，然后有这个使徒的身份。这款的启示赢过任何人的保证。所以对保罗来讲，其实保罗伫这个时刻，虽然对伊的身份也搁咧说明。总是我咧想，保罗伊是毋是使徒？这款的身份已经毋是真重要。重要的是，伊是传出什么款的信息？因为伊伫所写的批信中间，伊虽然一再强调家己是使徒，但是上主要的目的是要甲所有的信徒讲，真正的福音的使徒是遐会传达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是救主，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是要互人的生命顶头生唯一的瓦库。所以保罗伊强调这个是讲，除了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救赎的功劳以外，哪有人传其他得救的这款的讲门路？也是讲得救的方法的时阵，伊讲，遐个人无论是甚物款的身份，迄拢是假，
即使天使若安尼做，迄嘛是撒旦咧扮演的，拢应该受到咒诅。所以，当保罗伫加拉太书第1章内面，伊搁一解讲起家己的过去的经历，伊讲的拢是事实，是要表明伊伫拄着国外的主耶稣基督进前甲了后，伊是无共款的人啊！伫进前，伊是迫害基督教会信徒迄个上严格的法利赛人。拄着主耶稣、国外主耶稣了后，伊是不断的见证国外耶稣信息的人，因为伊所传的信息，互相信的人组织做伙，成做教会有团契的生活。所以，当保罗伊咧回想家己拄着国外主的这个原因的时，伊知影这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伊是上帝所拣选的。互伊成做福音的工作者。虽然咱知保罗伊了过了真，咱讲毋是真顺利，但是伊知影受敬成做福音工作者真辛苦，会受到侪侮辱、鞭挞，总是伊将这拢看做是上帝的恩典。这嘛是伊成做一个福音工作者一个真特别的。就是将福音所拄着一切困苦，拢看作是上帝的恩典，是为着锻炼伊，互伊成做一个真忠实的传福音的工作者，要互更较侪人来认捌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的救恩。今仔日咱要举行圣礼典，那呢，咱来想一下，对咱每一个人来讲，洗礼甲圣餐对你的意义到底是甚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死救赎了咱，所以咱才有法度重新甲上帝和好。保罗咧强调的是，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是伫十字架顶面表现出来，所以当伊咧前往大马色的这路途顶面，伊拄着国外主耶稣了后，伊真清楚一件代志，就是伊所要做的工作是甚么。所以保罗伊写落来，伊讲：基督找我，毋是为着惊洗礼，是爱我来传福音，毋是用智慧的言论，是免得基督伫十字架顶死，失去了这个功效。我想这嘛是保罗伊的信仰的告别。那呢，咱就爱应该明白，教会的信仰的根基，就是伫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救赎的恩典。若是咱忽略，也是讲咱搬过即款的恩典，无要去讲，那呢，咱所传的，遐毋是嘛，正做另外一种福音呢？咱若无传基督的十字架，那呢，咱存在意义就无去啊。所以，咱来做伙来想的是，咱所传的福音的信息，咱若无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是咱忽略这个十字架的恩典的事，是毋是？咱所传的就毋是正确的福音呢？我会记得我伫神学院毕业的时阵，有一位牧师咧提醒我，伊提醒我讲，伫未来牧会的时阵，你若要传讲福音，无论恁所讲的内容是甚物，就是讲，无论你是讲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无论你是讲启示录，你讲四福音书，也是讲启示录也好。这中间拢一定爱有耶稣基督，特别爱讲到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牺牲甲过活。这个提醒，互我真深深的领受，一直记到即晚。所以，当咱领受上帝的恩典，当咱宣认耶稣基督是救主了后，
咱袂当将耶稣伫十字架顶的恩典忽略过去，无去讲。咱更加袂当将其他的事物来看作是福音。咱袂当讲，我强调你一定要洗礼，这是唯一得救的记号。咱袂当去强调，咱传福音就是爱人入来教会。咱袂当强调祈祷得到医治，这才是正确的。听起来敢若有一寡混乱。敢安尼？咱毋是落去行过洗礼啊？洗礼是一个得救的记号。牧师要讲的是，咱袂当过分去强调遮个代志。行洗礼也好，传福音互人来教会也好，祈祷得到医治也好，这一切拢毋是伫咱的手中，这一切拢伫上帝十字架顶，透过耶稣基督得到救赎的恩典。所以，咱袂当将遐强调了后，咱袂记得福音真正的内容。咱爱记得，而且爱了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其实真正所代表的意义是苦难，也就是讲，人因为罪的缘故，带来生命的苦难。所以，只有明白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意义。真正意义，咱才有度去确定、肯定十字架是救赎的记号。真正的救赎是上帝找耶稣基督道成肉体，牺牲伊的性命，死佮过活了后所带来迄个永远的活命。这就是事实。所以，当犹太人伫基督的教会内面，因虽然对保罗明白无罪，总是知影保罗已经勇敢地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伫这个时期的保罗，甲因过去所听到迄个迫害基督徒、拆毁教会的态度，其实是无共的。因为保罗的改变，互信徒拢同齐声咧学语。所以，咱会看到，当这个加拉太书上尾咧讲学语的时阵，是大家因为伊的改变学语上帝，所以咱爱知传福音的事工，原底是上帝拯救人的工作。任何福音的事工的成果，拢是信心做工所结出来的果子。若无信心做工，人即使你拼命努力，其实迄个成果，迄个效果有限，因为救人的性命的工作，毋是咱人的能力会当完全来做的，只有我靠信心才有法度的。今仔日咱要领受圣餐，牧师要搁一摆邀请咱，当咱咧领圣餐的时，咱来回想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救赎的功劳甲恩典，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愿感谢你，因为你找你的独生囝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这个恩典毋是阮人会当有啥物款的资格，也是有啥物款的作为会当领受的。这是你白白赏赐予阮的，予阮领受你的恩典，进入到上帝你永远的国度内面。予阮伫永远的国度内面，我有永远的活命甲毋忘。愿主亲身看顾，当阮今仔日愿有心灵洗礼、更新礼，愿你看顾，予因会当伫正人的面前、甲上帝面前，搁一届宣告家己的信仰。我嘛伫收圣餐的时，搁一届去思考主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牺牲救赎的恩典。互阮会当明白，然后阮去传的是十字架顶的恩典的福音。愿主亲身看顾，愿咱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这时咱要举行圣礼典，大圣咱要进行的是圣灵洗礼。这是咱来做伙坐咧唱圣诗、圣诗351首，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咧唱的时阵，请张文璞姊妹来到台前。上主的水泉。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主耶稣讲，对死人中过活了，伊伫还未就天大前，伊甲你讲，天顶地的权拢已经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伊的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伫爸、囝、圣神的名，记拿我所有命令恁的。就教示因，告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路尾。伫五旬节的时阵，彼得所传的福音对听伊的人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互因的罪赦免，搁要受信心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拢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记拿主咱的上帝所调的。张文璞，亲像早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台语可以哦。好，我翻译一下。张文璞就像早前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要洗礼，所以今天我也这样对你讲说。你要信，你若真实的反悔、告白你的信仰，在他的名来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为你的罪得到洗清的记号以及印证，要表明你是从圣灵得到重生，来连结于耶稣基督。所以今天你要接受洗礼。你要在上帝及众人的面前来告白你的信仰，所以此刻你要来回答我要问你的问题。第一，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灵做你的保惠师，有没有？你要诚实的悔改你的罪，你也要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你要这样做吗？你要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的来服侍他，一生走在他的道路上，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这样做吗？好，来到台前为你施洗。
张文璞，我用水给你洗礼，让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好，你回去。愿平这边还没。愿平安的上帝跟你同在，让你的灵、魂、体，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都得着保全。此刻我要来宣告，请我们会众起立。张文璞，你已经告白你的信仰来接受洗礼。我依靠教会的头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小会的权柄，接纳你成为陪参会员，与主同桌，有新约的恩典的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极大的恩典，用圣礼典接纳你的儿女张文璞进入你的教会。愿你赐福他，求你用圣灵在他里面充满及坚固他，也恩典赏赐给他，让他连结于耶稣基督，得着主的充满，永远在你的里面。当他面对试探的时候，求你保护他；当他软弱的时候，求你用你的力气扶持他；当他面对征战的时候，求你为他抵挡。让他在你安稳的爱当中，让他一生倚靠你，不偏离。上帝，我们求你，也让今天在参加圣礼典的每一个人能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离开你的道路，以致亏欠领受洗礼的恩典。求你让我们能够完全的来反悔悔改，转向归向你。从今以后，尽忠在你的里面。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会众请坐。来，文璞向后转。我们请小会员来接纳，请小会员来接纳。恭喜你！谢谢。来，你站着就好。我站着。好。好，洗礼呢，教会有准备一个洗礼证书要给你，好来，谢谢。来看这。第二个呢，教会有准备一本圣经，也要送给你。好，教会有为你预备一位属灵伙伴，好，玉萍。好，在未来1年里面，你就有任何的需要，你可以先找玉萍，好，然后帮协助你。好，你还没离开。好，文璞呢，是去年6月来到我们教会，好，去年6月份来到咱中间，跟咱做伙聚会，长伫小会门道理内面有最真好的信仰的分享。我想咱后摆咱兄弟，咱常常关心伊，互伊每一天拢伫上帝恩典内面。其实伊要来进前，伊要来去年6月份来咱教会进前，其实是因爸爸先来咱教会哦，所以文璞的爸爸妈妈在后面，嘿，咱欢迎。没错，所以咱常常来为伊代祷，有任何伫信仰顶面，伊拢会当，咱拢会当正做伊的厝内底的人。帮助伊，可以跟咱做伙来成长。再一次拍手欢迎他，请坐，请回。接着咱要举行献信礼，献信礼咱要请咱议员来唱《生信诗》第351首，咱唱第40甲第50，咱坐咧吟落散。咧唱的是咱请阿肯来到头前。
所听的主耶稣基督的咱证人阿肯是旧年差不多9月份、10月份来到咱中间，所以咱感觉真特别。这嘛是牧师甲小会员第一届伫昨小会问道理的时阵有真深的一个领袖啦所以今仔日要为伊行洗礼你可以翻译给他。主所听的阿肯，你伫细汉的时阵已经行洗礼。Beloved in the Lord, Akim, Karim, Jamal, Ellen, as an infant, you are baptized into union with our Lord Jesus Christ. 既然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教会会友，属伫伊，上帝恩典已经互你长大成人。Now you come before God and the people of the church to declare the faith which your parents promised to teach you has become your own. 今仔日你要伫证人甲伫上帝甲证人的面前，要来承认上帝真做你的上帝。你的父母伫你细汉的时阵，替你来告别这个信仰。但这时你要家己来归属伊、献予伊，嘛要重新誓约来服侍伊。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所以既然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伫我的爸面前要认伊。所以我劝勉你，着告别你的信，伫上帝甲证人的面前，诚实来回答我要问的问题。Our Lord Jesus said, "Everyone, therefore, who acknowledges me before others, I also will acknowledge before my Father in heaven. Therefore, I encourage you to confess your faith before God and the people, and sincerely respond to these questions." 第一个问题，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信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 Do you believe that God is your heavenly Father, Jesus is your Savior, and the Holy Spirit your advocate? 第二个，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也无？ Do you sincerely repent of your sin and depend on Jesus Christ's power to save? 你着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 Will you depend on the grace of God and serve God, which is your strength, with your strength, working in God's ways all your life, identify as a believer? 好，这时牧师要来宣告，请会众起立。阿肯，你细汉的时阵已经行洗礼，这时你要家己来告别你的信仰。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小会的官兵，接纳你成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约的恩典，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你有启造你的教会伫地上，阁有应允甲保守伊到落尾。愿感谢你对这个阿肯伊细囝时所施落的恩典，我嘛感谢你。愿主你接纳伊，互伊就近上帝，互伊伫你的恩典内面，伫伊的信仰道路顶面得到帮助。求你赦免伊的罪，即时伊奉献家己互你，求你的用你的恩典接纳伊，互伊就近你的圣餐，接纳主的身躯甲会士。求你互伊会当得到听，来有份伫你的恩典内面，互伊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拢行伫你为伊引出的道路顶，直到永远的国来临。愿安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会众请坐，我们请小会员来握手接纳伊。Return. Welcome. Thank you. Thank you.
OK， 我们有一个证书要给你，证明你已经接受坚信礼了。OK， 然后因为你已经有一本英文全新的 Bible， 所以我们送一个十字架给你。好，我们一样有安排属灵伙伴是义宏。好，义宏你还是要站一下我还需要你翻译给他知道。好，阿 K 呢？刚刚牧师前面有稍微讲过，他是去年大概9月、10月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参与礼拜。所以如果有印象其实他台语他会来，华语他也会来，而中文呢，他可以听得懂一些。因为他是美国人，他是密西根州的那边过来的，他10年前来到台湾，10年前来到，然后现在你们看那个照片有小孩，那个不是他的小孩那个是他在美语补习班里面，他当英文老师，所以我们当中想要练英文的可以找他，跟他聊天就可以了啦，那他会来我们教会，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在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去年9月、10月的时候，他有一些人生上面的一些经历，让他其实常在我们附近走动，因为他住我们附近，所以呢，他就看到了十字架，也因为这样，他进来我们教会。他进来我们教会，虽然语言上不是那么的 OK， 但他感受到一个平静安稳在这当中所以牧师在讲可以找他跟他聊天，因为他在台湾，他非常的孤单，他有一些人在异地，总是有一些需要。那我们可以展现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可以多多跟他打招呼，跟他聊天。那要跟他说，我跟你交换，你教我英文，我教你中文也可以啦OK Is it OK? Yes, OK 好，我们再一次掌声欢迎他。Please。好，这时咱要来收圣餐，请咱唱圣诗第366首，主你的身躯替我受拍破。在唱的时，咱请长老来准备。
这是咱要来举行圣餐，欢迎属伫主耶稣基督的名，伫教会陪餐者，咱三甲来守圣餐。请听主耶稣基督对归应的人所讲的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弃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众人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咱着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所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八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行的时，就行呢来纪念我。食了后，也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是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呢来纪念我。因为恁大家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咧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所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又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即时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是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恳求你，找信心来圣白阮，也圣白摆咧伫你面前的饼甲杯，互阮接受饼甲杯，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伫你的恩典的帮赞，互阮通成做你的疼痛的囝儿。饼甲杯也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互阮成长伫你的恩典的内面，通荣耀你的名，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这个是主耶稣的身躯，为着咱众人所拍破的。主耶稣的身躯。”为着咱众人所拍破的，请服侍长老。
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众人所拍破的。咱每一届食时，就今年来纪念伊，咱同齐来领受。食了后，佮旁边讲，这个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每一届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我。咱请服侍长老。这个杯是新约，是用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咱每一摆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伊，咱同心来领受。咱每一届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咧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
愿上帝恩典疼痛，甲恁众人伫地，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听阮众人，互阮会当领受你的圣餐，互饼甲杯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互阮知阮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是受到祝福的忠实的信徒，嘛是你永远国度的护卫。全能的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伫你的面前，愿你欢喜接纳阮，用慈悲帮助阮，互阮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直到日后会当荣光你的名。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请咱做伙来敬圣诗第140首《耶稣的手扶持我》。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伫伊行前。真爱若阴影惹我，互我灵魂安宁。温柔疼痛的声音，慰解我心忧闷。对阳光天堂降临，常常安慰施温。耶稣的手扶持我，安稳伫伊行前。仁爱若阴影惹我，互我灵魂安宁。请咱起立敬全首。这时，请咱备办心来奉献。今仔日有2个奉献，第一个奉献是圣餐的奉献。
这是主日的奉献。请坐。这时请科牧师来报告。咱伫报告台先，咱游玩从今仔的金句，咱念一届就好，一届就好。来，加拉太书，伫当我所写互恁的，我伫上帝面前无白擦。加拉太书第1章20节。咱看周报的第3页，咱有服侍当讲，咱请家己注意。后主日经文甲题目嘛，请咱家己转去来备班。咱看第6页，今仔咱举行圣礼典，今仔日的圣礼典的奉献是为着咱教会社区关怀据点的奉献。第二，咱心灵洗礼部分有张文璞吼，拄仔袂记介绍张文璞的男朋友吼，志端，来，起来，我甲你欢迎一下，志端。好，坚信礼吼，阿 Ken 吼，阿 Ken， 咱看下给拍招呼。另外，咱有看到有写一个成人洗礼吼，成人洗礼。顶礼拜下晡，牧师甲牧师娘、传道甲传道娘，以及伟汉佩奇，啊，佮许伯恩吼，阮做伙去到台南嘉里的厝，为即个陈宏珍兄弟受洗礼吼，嘛为继续代祷吼，因为有失智的一寡状况。总是当阮顶礼拜去到伊遐时阵，伊足清楚的，牧师甲问啥，伊拢足清楚的咧回答，吼，而且阮甲伊做伙咧讲话，其他伊拢真清楚，包括暗时食饭的时阵，因厝内底人讲，哇，伊食了足多，嘛食了足欢喜的吼，所以我想这是信心以及大家代祷中间所产生的功效吼，咱继续为伊代祷吼。即个中间有一寡故事吼，恁若有想要知，欢迎找我，也是找牧师娘、找团队，也是找佩奇，我拢会当甲你讲即个上帝心里的故事啦吼。好，咱伫即个所在，咱就有有一件代志。2月7日，咱要开好会，吼，请注意即个时间。
30年建物设备的维修的基金，顶礼拜已经报告过啊吼。财务组的报告，咱伫11点，请各团体也是咱各单位爱减少即个部分。圣诞节筹备会要开一个会吼，咱嘛注意即个时间。总务组伫1月2号、1月25有安排即个大饼赛吼，嘛请咱注意即个时间。分配表伫第9页。新春礼拜，咱要邀请友志来参与献诗吼，即个献诗的即个歌曲。诗歌已经建好啊，伫1楼，咱会当到1楼来报名。初一的时阵，清明礼拜嘛，欢迎咱兄弟姊妹会当组队吼，来做伙来献诗吼。所以即几项，请咱注意注即个代志。咱看教界消息，伫拜二的时阵，台北中会要有第1届的会议吼，牧师团队甲文务长老，我们相参加吼。上重要是。团队伫即届诶会议中间，伊要进行牧师资格讲道吼，咱嘛为伊代祷吼。好，这是以上的报告的部分。那其他咱家己来看，这是咱有新朋友无？好，多谢。咱要来行平安礼。徛咧来吟祝福的诗，圣圣诗第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今次煞请柯牧师来为咱祝祷。咱同齐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恩典疼痛，主耶稣基督所带来平安甲喜乐，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祷。礼拜即时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好，我们小会员请留步，我们跟今天的洗礼和坚信者一起照相。母猪牛，传道，我们来一起照个相。来，小会员，在场有几位就几位。美燕长老，来，我们照相。好，谢谢。这样可以吗？还要再挤一点吗？